苏青，虽然我对你心存感激，但是就凭你如今的成就，虽然我们已经领证了，但你还配不上我，明白吗？我可是世家千金。你说错了，这一切皆顺应天命。你爷爷求我娶你，与药王大会皆有关联，我顺势为之懂了。装神弄鬼，就你还吹牛啊？我的意中人，要么是商业巨子，要么是叱咤风云的王侯将相。要不是我爸逼着，我才不愿意嫁给你呢。那我确实不太符合，不过我有2个徒弟，他们比较符合你的要求。进去吧。要是真的，我天天给你端茶递水，我伺候你都行。就喜欢吹牛，不吹能死啊！大话精。这倒不用，以后少在心里骂我就行。你有救了！我们蒋家有救了！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我给你找嫁妆的时候，找到了你爷爷20年前留下的黑羽断续膏药方啊！什么？原来这药方一直在我们家呀？对呀。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跟苏青离婚了？你想什么呢？那可是你爷爷的遗愿。我看一下。哎，来。这药方有问题，看来20年前的老蒋水平很一般吧？哎，你过分了，你水平高啊？很高？有多高？多高？这么高？爸，咱有了这药方啊，肯定可以在药王大会上夺魁了。对呀！如果这药方没有问题的话，为什么当年会被封存？哎呀，这个倒是家父没有说呀。你怎么就确定是药方有问题啊？因为真正完美的黑玉断续膏，在我这儿，这是我重新编撰改良的黑玉断续膏，可真正活死人又来过。什么？好啊！哈哈哈，真不愧是我蒋家的好女婿。好女婿？哎呀，那我先去婚房看看。哎，不行，你不能上我房间啊！哎呀，可惜呀，我未能继承家父的衣钵，学艺不精啊。见过家主。宁药师啊，我这有个药方，是我父亲写的黑羽断续膏。哎呀，家主太好了！有了这个药方，参加药王大会定能夺魁啊！你先别急，我女婿说这个药方有问题，这个是他改良过的。哎呀，家主，蒋药神是龙域医道第1高手，自然信蒋药神的。这药方一看就知道不成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个药方有问题？一个年轻人能改良蒋药神的药方，谁信？明日我们就拿着蒋药神的药方前去参加药王大会，定能夺魁。爸，你要是说的没错，这苏青啊，她根本就不可信，要不还是离了吧。别胡说，再胡说打断你的腿。爸，宁药师啊，你抓紧时间把这个药方制作出来，明日我们参加药王大会。姐，
蒋药神呢？他死了。死了？那爷岂不是没救了？你没把蒋药神带回来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老爷子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你要让出总裁之位。一个小三儿生的儿子，也配当总裁？周凌雪，你别仗着有爷爷给你撑腰，你就能横行霸道。我看你是故意不带回蒋药神，然后好害死爷爷，继承周家的财产吧。我虽然没有找到蒋药神，但是我找到一位隐世高人。哦，只要把这个贴在爷爷的胸膛上，就能救爷爷。周凌雪，你怕不是疯了吧？拿了一张鬼画符就要过来救老爷子？你要笑死我！我就知道你靠不住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为爷爷找到了燕城的秋云秋神医，你靠边站吧。周小姐，本神医师从蒋药神，除了师尊之外，在这江南一带，我要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但是给我这个符箓的，真的是位隐世高人。切，隐世高人，他要是隐世高人，我当场吃屎。还是看咱们秋神医表演吧。江湖神棍的话不可靠啊。周老爷子一看就是气血郁结，待本神医在神脏、灵虚、神风三血施针，周老家主自然会醒转。爷爷，周继业，这就是你找的神医？我不，这一定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。求神医呢？妈的，那王八蛋跑了！啊！周凌雪，你干什么？你要害死老爷子吗？我相信苏先生，这是唯一的机会了。我呸！一张符就能救爷爷呀？啊，你当我傻子呀？那出事怎么办？没错，我们不能让你害了老爷子。如果爷爷出事，我一个人承担，可以了吧？哎，那就不只是这样了。如果没有用的话，你也得把总裁的位置让出来。如果我救不了爷爷，我让出总裁之位。哼，嘿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没错，我说的。嗯。我就说了，一张破纸能有什么用？一看就是骗子。还隐世高人呢？我看呐，就是个江湖神棍呢。我的好姐姐，咱们什么时候签合同啊？嗯？怎么会？爷爷，周凌雪，我就知道你心怀不轨。我看你这次怎么收场？赶紧把你的总裁位置让出来！怎么会这样？别吵！爷爷，苏先生给的7声符果然有效，这怎么可能？老爷子真的醒了。我还活着，我没死吗？是不是蒋师叔救了我一命啊？爷爷，我们没有见到蒋药神，是一位姓苏的高人救了你。姓苏？他是不是叫苏青？苏青，他长得什么模样？是叫苏青，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风衣，20来岁的样子，给了我一张符就走了。是他，就是他呀！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七圣府以汇集天地之灵而得七圣，凡得重病者皆可痊愈啊！除了现世的师公和小师叔之外，无人再造七圣府啊！爷爷，真的假的呀？有这么厉害吗？闭嘴！你个黄毛小儿，岂知亲师的手法？当年要是没有小师叔，哪有如今的江南豪门周家呀？他现在在哪儿？他说要去蒋家。蒋家？蒋家是不是明天要参加我们的药王大会呀？对。快，让我起来！赶紧准备一份大礼，明天我要亲自前往药王大会。王老，结果怎么样？来迟了。你的暗伤一直未曾痊愈，拖到现在，已无力回天。什么？无力回天了？不，那年轻人，那个神医，我要去找那个神医，我也不想死了。希望这次我们蒋家可以夺魁。放心吧，夺魁十拿九稳。若是无法夺魁，我让周江给你们道歉。能不能别乱说话？这里可是周家的地盘，周家用了短短7年的时间，就成为了江南的豪门，就连天龙会都得礼让3分的。嘿呦，蒋家主，你连药方都没有，你参加什么药王大会呀你？还有你这些小子啊，你能从龙爷的手上活下来，还有点能耐啊！张扬，你以为你盗走我们家药方，我们就没办法了吗？今天我们的药方照样可以夺魁。夺魁？你们拿什么夺魁啊？本少觉得你们今天啊都得完，你得死啊！杨少是吧？啊，最近有点肾虚啊。你才肾虚呢你！张扬，别挡道。芊芊，你今天晚上呢，要是好好的陪我一下，我就能高抬贵手放过你。否则呀，你们蒋家就得被除名。你混蛋！连我的老婆也敢欺负，小小的张家竟如此嚣张。你老婆？没错，我们呢已经领证了。张扬，你今晚就跟你的五指山玩去。你个求女是吧？我让你死！聒噪！什么情况？张大少，你这骨头挺软啊，说跪就跪啊！是你该又出丑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江南顶级豪门周家的地盘，我今天呢就先放过你们，等大会结束了，我要你命！小青啊，这里是江南顶级豪门周家的地盘，你可能不太清楚周家。周家拥有武道宗师数十位，据闻周家老爷子更是武道大宗师，就连3大古武世家也得给周家一点面子。放心吧，周家伤不了我。你吹什么牛啊？以周家的实力，一根手指就能按死你。欢迎各位来宾参加由我周家举办的第3届药王大会。药王大会，各大家族皆可参加，夺魁者将获得我周氏独家100亿合同。什么？这么大？按照惯例，接下来由蒋家先开始。这几年张家发展势头凶猛，听说还有大家族在背后支持，今年啊一定能夺冠。蒋家怕是没希望喽。你说他们还能拿出什么姿势啊？各位，此药乃我蒋家老祖蒋问道所创的药方，名为黑玉断续膏，无论受了多么严重的外伤，都能恢复。
你不会还觉得我爷爷药方有问题吧？你们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我不信我爷爷，难道信你吗？罢了，反正我会出手的。我不信。于药师，上去看看。好。你要干什么？小莲，这分明是毒药，此药活性十足，我一个正常人食用以后，体内都躁动不安，会是重伤之人使用，必死。经过专家的验证，于药师所言属实。火性十足，这分明是杀人。蒋家简直就是丢尽蒋药师的脸面，害人不浅呐！怎么会这样？诸位，此次大会呢，还是看我张家研制出来的阴阳散吧。此药是根据蒋药师的医疗手札耗时3年研究出来的医疗神药，服用后除了致命内伤，基本都可以痊愈。张瑶，你无耻！这药明明是到了我们家的。不愧是张家，果然底蕴深厚啊！光靠这一药方，就足以让张家在燕城成为第一豪门了吧？周副总，应该没人敢上来了吧？现在公布结果吧。现在应该没有家族能和张家竞争了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宣布，此次药王大会的魁首就是完了！且慢。你说蒋家的药有问题，你们张家的药就没问题吗？小子，这里可是周家的地盘，你要闹事，也要掂量掂量后果，是吗？药有问题吗？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就走开，不要妨碍药王大会的正常举行。这阴阳散服用后是暗结郁气，一旦灵虚穴受到刺激，会引发五脏咳血。哈，一派胡言！这个阴阳散可是根据30年前蒋药师的医疗手札制成的，你觉得有问题吗？30年前，那老蒋的医药水平更一般啊！哪来的黄口小儿，竟敢质疑蒋药神的医术？不信啊？那你试试。这怎么可能？偷东西的没技术，偷了个半成品药方。就算我们的药不行，那你们就能夺魁了？我改良的黑玉断续膏足够夺魁。苏青，你别闹了。爷爷的黑玉断血膏已经出问题了，你的药再出问题，我们就惹上麻烦了。拿来吧。不是，你干什么？你应该庆幸一下，我有2手准备。药怎么在他手里啊？这个才是真正的黑玉断续膏。黑玉断续膏被蒋药神封存，一定是有问题，这一点我已经证明了。他不行，不代表我不行。我改良后的黑玉断续膏才是真正可以活死人、肉白骨。药运灵才是真正的神药。你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，你怎么就觉得自己的医术比蒋药师还要高超呢？这小子哪儿来的？吹牛逼不打草稿啊！敢在周家的地盘坑蒙拐骗，怕是有事儿喽。苏青，你别闹了，你这药再出问题的话，那我们蒋家死定了。不是我不相信你啊，你太年轻了，没有说服力。我下山时承诺过，会让你们蒋家成为顶级豪门，我说到就会做到。苏青，你能不能别胡闹了？哎呀，各位，这是开玩笑的，
不要当真的。开玩笑，你把这药神大会当成什么了？既然你说这黑玉断续膏没问题，好啊，那就来试试。此人早年经历过车祸，导致双腿瘫痪。你这个黑玉断续膏能治好他的话，那你就试试，否则就是草菅人命。5分钟之后，他就可以站起来。没用的，我这双腿寻遍了名医也没有用的。蒋倩啊，你真觉得你能救得了蒋家吗？虽然你已经是人妻了，但是啊，本少更感兴趣了。你再多说一句，信不信我割了你的舌头？哎，道少，只要夺得今天的药王大会魁首，咱有的是机会报复。真的没有问题吗？放心吧。爸，你真的相信一个20岁刚出头的毛头小子，他的医术能比我爷爷厉害吗？你爷爷在心里说，他可以保我们蒋家百世基业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只能相信他了。哎呀，别说了，5分钟都要到了，还没站起来呢。一个毛头小子竟然敢在这里吹牛逼！我提议把蒋家驱除会长。来人，帮蒋家逐出会场。等等，我的腿能动了！我这，奇迹啊！他竟然真的站起来了！啊！不可能！无数名医都说过，他这辈子不可能站得起来。太好了，我蒋家有救了！苏青，你真的做到了。看来你的黑玉断续膏奏效了。意料之中，这黑玉断续膏太逆天了吧？此人医术如此之高，他岂不是比蒋药神还要厉害？对，药神，你快去看看。赵少，他真的痊愈了，真厉害呀！早知道这样，就该直接拿苏青改良过的药方。蒋家要崛起了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怎么会有这么逆天的药？你这药方肯定是偷来的，除非你能拿出药方。看好了，这就是药方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现在信了吧？这字迹怎么跟我爷爷写的一样？这就是他的药方，怎么是你的？有没有可能是你爷爷抄了我的药方呢？你以为我会信吗？苏青，你作弊！你才20多岁出头，这药方怎么可能是你改的？就算你从娘胎里开始学，你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医道造诣。周副会长，我请求立即驱逐苏青。他年纪轻轻，不可能在医道上超越蒋神医。自己废物就觉得别人不行，改药方对于我而言，不过信手涂鸦。差不多得了，别装逼了，你再装下去一会儿露馅了。你们爱信不信？哎，是不是可以宣布谁夺魁了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代表周氏集团宣布，此次药王大会夺魁的是张家。我们蒋家拿出的新药明显碾压张家，为什么夺魁的是张家？这药方根本就不是这毛头小子写的，那自然是张家夺魁了。哎，蒋琳娜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今天是我们张家赢了。你们穿透好的。
哎呦，蒋倩，你这样吧，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如果今天把我伺候好了，等明天天龙会管你们家要债的时候，我可以帮忙说几句话，再宽限你们几天。王八蛋，休想！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说谁多亏？怎么，你想动手？哎呦，我劝你考虑清楚，我周家可是整个江南的顶级豪门，一根手指就能捏死你。当年周家连一个3流家族都算不上，若是没有我，周家能飞黄腾达？只要我想，随时可以灭了周家，重新扶持一个江南豪门。敢侮辱我周家？行，弄完了，放眼整个江南，还没有人敢侮辱我们周家。胡说！如果周家都是你这种货色，我看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别说了，周家不是咱们能惹得起的。周家你都敢侮辱啊？本少看呐，你们不是明天完了，而是今天就全完了。看来周家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来人，这个小子和蒋家人出言不逊，都给我废了！废了！谁敢动手？我看你们谁敢动手！哈哈哈哈！这就是周家家主一手缔造江南顶级豪门的传奇人物。传闻周家家主早已是大宗师实力，苏青扰乱药王大会，死定了。对啊，就是周家主，苏青啊，他就是有口无心，你多包涵。周小姐，我们这就走。家主，你们别走。家主，这小子扰乱药王大会，还出言侮辱周家，更是周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周老前辈，我作证，周副总说的对，这小子要扬言除掉周家和您呢。这小子太狂了，灭了他，让他知道我们周家不是好惹的。哦，然后呢？恳请家主一定要灭了这小子。混账！知道今天你惹的是谁吗？还敢在这里多嘴？周家就是这副德行，这就是你们周家。哎，闭嘴！你小子是哪儿来的狗东西啊？敢质问周老爷子活孽了！混账！周江见过师叔。周家家主怎么会给苏青跪下呀？这苏青到底何方神圣啊？连周老爷子都认怂，到底什么身份啊？对呀，家主你，周老前辈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一个没背景、没实力的小杂种。张嘴！混账东西！回答我，你们周家就是这副德行吗？周江管教不严，还请师叔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。苏青真是我爷爷的师叔，他明明这么年轻。赎罪？颠倒黑白，是非不分，我不满意。师叔您消消气儿，我即刻处置。来人，把周全拉出去，按最严族规处置。家主，家主，家主饶命啊！家主饶命啊！家主！今日周全所宣布的一切全部作废。蒋家作为本次药王大会的夺魁者，蒋家主，难道你们不想夺魁吗？不，蒋某谢过周小姐。蒋家此次夺魁实至名归，更何况苏先生对我们周家有大恩。周小姐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苏青对周家有大恩。苏先生，我代替我们周家感谢您。若不是您出手救治，我爷爷已经死了。无妨。周江，上楼台。好。哼，难怪，原来这小子救过周老爷子的命啊！怪不得对他是这副态度。原来是苏青救过周老爷子的命，怪不得呢。周家主特意前来，还让我们夺魁。你马上给天龙会的副会长杜深打
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讨债。好。妈的，什么时候能到？要是误了老子大事，老子灭了你们！老爷您放心，我们速度很快，马上就能到盛豪酒店。快点！是，加速。时值周江，见过师叔。时隔8年，时值周江再次叩谢师叔的教导之恩。大师兄收你为记名弟子后，却没能度过心魔劫身亡，所以我不能对你不管不顾。当年若是没有师叔，也就没有如今的周家，所以师侄不敢忘恩。既然我已入世，以后叫我先生就好。是，先生。当年我让你调查我苏家覆灭之事，如今可有消息？当年造成苏家覆灭的罪魁祸首，就是帝都的萧家。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对苏家出手，却是尚未可知啊。萧家，是时候该灭他族了。萧家是帝都的顶级豪门，他们不但有武道大宗师，还有超凡大宗师，此乃肉体凡胎的极限。超凡大宗师，我信手可灭。那先生您现在的修为是仙道之巅。难道先生您现在已经是长生无极功入门，得登仙道了？是已经大人。谢谢你啊，周小姐。蒋林，我都说了，你们蒋家要除名必除名。如今是我们蒋家多亏，凭什么除名啊？张少说你完蛋，就得完蛋。哎呀，天龙会办事，闲杂人等都给我滚！快走！小林，欠我天龙会的2亿，该还了。按照约定，我蒋家在拿到订单后，会慢慢偿还的。老子现在就要，还不上钱就将你蒋氏集团转让给天龙会，现在就签字。笑啊，继续笑啊，怎么不笑了呢？你们就是看中了我蒋家手中价值100亿的药方，是又怎样？你蒋家连一个武道宗师都没有，还敢反抗不成？我们是大会的夺魁者，你就不怕周家吗？周家，别人怕周家，我天龙会可不怕。今天要么签字，要么割下4肢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敢动我，我女婿苏青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什么狗屁苏青，我连周家都不怕，我还怕他？给我把这个小娘们的双腿给我敲碎！哎呦，蒋小姐，你要是晚上好好陪我一些，我就替你向会长求求情，说不定还能饶了你呢，怎么样？我呸！除非你杀了我，我宁死不从！哎呦，既然这么不给我张兄弟面子，那我就成全你，打！出手！他叫杜山，是天龙会的副会长。马上带着你的人给我滚！我可以饶你一命。杜副会长，这小子压根儿就没把天龙会放在眼里。今日来讨债，是沈银龙叫你来的，还是其他人？有区别吗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小子，
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的确是天经地义，不过沈一龙都不敢在我面前提，你还敢提？哼，哪来的？我们天龙会的会长，你也敢侮辱，找死啊！哼，沈一龙覆手可灭，他要是想死，你可以叫他来。哼，很好，小子，敢侮辱龙爷，你死定了！我本来不想动你，是你逼我的。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有人，这里是我们周家的地盘。周家果然底蕴深厚啊，随便就能拉出6个武道宗师。周家，你们周家确定要为了一个毛头小子与我们天龙会作对？你杜山算个什么东西？只有沈一龙才有资格跟我说话。你们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否则你们就是自寻死路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别人怕你，我们会长龙爷可不怕。哼，沈一龙是大宗师不假，不过有些人是你们惹不起的，否则天龙会是要覆灭的呀！你他妈少吓唬老子！天龙会10万帮众，怕过谁呀？就算是最顶级的豪门，也不敢说灭了天龙会。天龙会弹指可破。要灭我天龙会！哎，会长，我今天带兄弟们来这里找蒋家要战，但这小子出面阻止不说，还出言羞辱您和我们天龙会。龙爷，申爷说的对。爷爷有把握与沈一龙一战吗？他现在正值壮年。没问题。闭嘴！谁让你来找蒋家要债的？龙爷，你怎么打我呀？这……求陈毅救我一命！先前沈某多有得罪，愿神医不计前嫌，救沈某一命。日后若有所遣，沈某定当在所不辞。爷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慢慢的，你就习惯了。切记，以后先生说话不可插嘴。爷爷，苏先生到底是什么人？念之所至，心之所想，言出法随。以后你会知道的。查清楚了？查清楚了，正如神医所言。神医，救救我吧！你的人说要我的命。杜山，走过来，给神医跪下，磕头道歉。龙爷，我也是为了天龙会讨债，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啊！不要让我说第2遍，跪下，道歉。神医，是小的错了，求您放我这一马行不行啊？饶了我这一次吧！啊，神医，你看这样可以吗？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法律做什么？苏青说的没错，刚才就是他和张扬串通一气，不只要打断我的腿，还要给你折磨致死呢。不，我没有。你勾结张家，找死！来人，把杜山拉下去！从今往后，他不再是我天龙会的副会长了。神医，我愿意免去蒋家所有债务，日后必有重酬。
日后必有重酬。我不需钱财，免去蒋家债务。日后你天龙会不准再做任何伤天害理之事。圣母发誓，日后只做正当买卖，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。非常好。小青不但治好了沈一龙的病，更让他修为精进。你是不是得到了我爷爷的真传？你搞反了，是我教你爷爷医术。咱俩年纪差不多大呢。你怎么了？这就是传说中的可以生白骨、起死回生的伏羲九针啊！沈一龙，叩见先生。一龙愿为先生鞍前马后，日后若有所遣，莫敢不从。起来吧，小周，以后教他规矩。小周明白。先生，不，师尊，请您收我为徒，让我和您一起沿袭医道，求您了。你不配，把他带下去，别在此打扰。先生放心，人把于药师带下去。先生，给个机会啊！求您了，先生，给个机会呀！走，科长，这小子想逃跑，被我们抓回来了。先生，他如何处置？你们不能杀我，不能杀我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的背后可是帝都顶尖名门萧家，萧家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张家人不可留。一龙明白。来人，张扬拉出去剁了。谁要剁了？我的人呢？找死是吧？萧明，先生，萧明是帝都豪门萧家二少爷。原来是萧家人，那就不奇怪了。传闻帝都萧家实力强横，家族有超凡大宗师坐镇，是超然的存在。你们这些垃圾，不是要杀我吗？动我一根手指试试！哼，我张家的靠山来了。你们很嚣张吗？连本少的人都不想活了？啊，明少，我跟你说，他们明知道我是您的人，还要动我，这不就是看不起您吗？这件事后面再说。今日本少来这儿是有大事的，听说你们蒋家出了好药方，本少来收购。哼，算了，太麻烦了。100万，把你们蒋氏给本少。二少，你这是强啊！本少强，也是给你蒋家面子。用不着你看得起，我们不给。哪里来的臭婊子，聒噪！别说你们蒋家，就是周家和天龙会，在本少眼中都是一群垃圾。垃圾！萧明小儿，你萧家是很强，但是我周家也不是好惹的。滚！一个老东西算什么？我萧家弹指可灭。你再敢多一句废话，小心我要你死！你不要不识抬举，明天便是我爷爷诞辰，蒋氏集团正好作为礼物，你觉得呢？说话！本少的耐心是有限制。不可能，那是我蒋家的东西，你以为你实力强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实力强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我告诉你，明少看上你们蒋家的东西，是你们蒋家的荣幸。臭娘们儿，你不识好歹，我看你找死！
谁敢阻挡本少的事儿，找死吗？看半天，原来是个二世祖。来，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动的蒋家。你找死是吧？滚！没事。你们两个是死了吗？还不快动手！老大宗师，你们不是厉害吗？明少随便派出来2个大宗师，便足以横扫你们。小屁孩儿，哎呦大人说话哪有你的份儿？想好怎么死了吗？你小子，你不是很嚣张吗？今日本少就可以把你们全灭了。哼，土鸡瓦狗，小子，等一下会把你分筋错骨，折磨致死。等等，小少，我们愿意把集团献给你。哼，晚了。大宗师是吧？不过就是大一点的蝼蚁罢了。你疯了！对方可是大宗师，只要把集团给他们就可以了，别逞能。姐姐说的对，你别冲动，对方可是大宗师啊。给他们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们也得给我跪下。小明小儿，别说是你，就是你们整个萧家，在先生面前也是一群蝼蚁。谁敢与先生为敌，那就是与我天龙会10万兄弟为敌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闯，给我上！废了他们！周家，我萧家崛起100年之久，底蕴深厚，岂是你这种乡下泥腿子能比的？如此物，今天老夫不会摆。乡巴佬，此物乃神皇罗盘，由我萧家老祖赐下。萧家老祖赐下，看来萧云这个老东西还没死，那今天正好清算一下。小子，你敢侮辱我萧家老祖，今日你必死！退下。先生，不要冲动啊！他们毕竟是大宗师，手里还拿着宝物呢。苏青，你疯了！雪儿，去带蒋家妇女离开这里。是。周老，你难道要抛下我的女婿吗？先生一出手，四方俱灭，你们不宜在此。苏青，你得跟我们一起走。回家等我。蒋小姐，蒋家主，请吧。小子，这是你自找的，黄泉路上莫要怪我。难道萧云没有告诉我这神皇罗盘是怎么来的吗？难道你知道？神皇罗盘乃我苏族镇族神器，是萧云从苏家抢来的。你怎会如此清楚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不怕我萧家报复吗？我姓苏，名清，苏青。苏青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？10年前苏家覆灭时，侥幸存活的苏家遗孤苏青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不可能还活着！我看你年纪还不够20岁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大宗师又如何？武道极致又如何？对仙道而言，不堪一击。苏先生的实力到底到了什么程度？居然如此深不可测！临死前，
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我爷爷就在燕城，你若杀我，你必死。你爷爷诞辰之时，我会亲自登门，让寿宴变成丧宴。我会和萧家报灭门之仇。沈一龙，看见先生的厉害了吧？以后要好好的跟着先生效命，会有你滔天的造化的。先生，一龙必将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把萧明的脑袋给我剁了，和张扬一起送去萧家。我要让萧家感受一下亲人生死的悲痛。先生放心，一龙必办妥此事。爷爷，孙儿得到消息，郑国龙帅答应了咱们萧家，在你诞辰之时，他会亲自赴宴。好，这是个好消息。郑国龙帅远来，我萧家届时会更上一层楼。老爷，沈一龙送来一个箱子和一封书信。沈一龙是谁啊？哦，我知道此人，此人是江南的地下皇帝，想必他知道爷爷的诞辰，派人送礼物来了。把礼物拿上来吧。阿明，二弟，谁杀了我的孙儿？我一定让他偿命。爷爷，这有信。阿明，我的孙儿啊！你现在就给我打电话去查，看看到底是谁害了阿明我的孙儿啊！爷爷，我查到了，是沈一龙和周家联合一个叫苏青的，杀了我二弟。苏青，难道是10年前剿灭苏家那个不见尸体的苏家少主？爷爷，不可能！我查过了，这个苏青他才不过20出头，他不可能一个人能单挑有2个大宗师保护的二弟啊！一定是沈一龙和周江，否则一般人动不了他。你放心，爷爷，不管这苏青是何方神圣，我一定会杀了他，给我二弟报仇。这件事不能善了，立即召集我家所有宗师和4位大宗师，一定要杀了那个苏青，给你二弟报仇。放心吧，爷爷，不只是苏青，我要周家，还有天龙会，给我二弟陪葬。先生，这次行动是否需要我天龙会10万兄弟全部出动？让他们做正经买卖，萧家我一人足矣。苏先生，大事不好，萧家震怒，周家产业遭到狙击，损失惨重。先生，龙爷，大事不妙，萧家开始狙击我天龙会产业了。怎么回事？周家各大产业遭到全面狙击，至少需要500亿，否则货产就在旦夕。我天龙会也是如此，不过天龙会的情况稍微好一点，但也需要300亿。先生，萧家这是可劲跳墙了呀！不错，现在萧家不计代价的狙击，我们周家完全不是对手。我还打听到一个消息，听说萧老爷子的寿宴之上，郑国龙帅会亲自前往参加。郑国龙帅叫岳天吗？没错，郑国龙帅是我们龙域军功第1人，实力强横，权势滔天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国主对他十分信任。郑国龙帅要参加萧老爷子的诞辰，这下全完了。如果郑国龙帅出手，天下无人可抗衡，就连国主都要给面子。修炼要摒弃万物，心神不定，如何能有成就？弟子谨遵师尊教诲。先生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这件事情很好解决。啊，先生，你有800亿啊？我哪有啊？但有人会帮你。啊？
先生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拿着这枚戒指去仙灵阁，那里会有人给你1000亿。1000亿！周小姐，就这么个小玩意儿，别人真能给他们1000亿？不知道，总得试试。我看这小玩意儿最多值个100来万，这可是龙神殿产业，万一惹恼了……我相信苏先生。小姐，你是买东西还是当东西？当东西。咱们可别被别人轰出去啊！好，那拿出来看看吧。你打算卖多少钱？1000亿，你觉得如何？小姐，这也只是个老物件，1万都不值。你想卖1000亿，回家睡觉吧，梦里啥都有。我就知道这东西它不值钱的吧？不可能，他说把这枚戒指给你们，你们会给我1000亿。他说？谁说的？小曼，1万留下，不当就走。想卖1000亿，做梦！走吧，别让别人轰出去了。什么1000亿啊？龙帅，龙帅，您怎么来了？我马上给阁主打电话。阁主，龙帅来了，你快出来吧。父皇，我要去萧家参加寿宴，顺便过来选个礼物。完了，龙帅来了。镇定。属下参见龙帅。免礼。姑娘，你刚刚说什么东西值1000个亿？把戒指拿出来看看吧。我们不当了。走。龙帅有兴趣，你们还敢推脱？好吧。龙帅，这好像是真的，是龙魂戒。龙帅阁主，这个我看得很仔细了。这戒指，混账东西！从你入阁第1天起，我就告诉你，如果有人拿戒指来，一定要告诉我，谁让你擅自做主。我闭嘴！小姐，这个戒指你从哪里得到的？这镇国龙帅要参加萧家寿宴，与萧家是一伙的，我不能暴露。一个神秘人。他说这枚戒指值1000亿，如果缺钱的话，可以拿到仙灵阁当给。你要1000亿？真的能给1000亿吗？给他1000亿。真的给我1000亿？不是，你们没搞错吧？这戒指它真值1000亿啊！别说1000亿，就算是1万亿，它也值1万亿。这张卡里面有1000亿，随用随取。小姐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那我先走了。等等，小姐，下一次这个神秘人再出现的时候，麻烦你通知我，就当我月天欠你的人情。镇国龙帅的人情，那可不得了啊！好，我会的。请。龙帅，阁主，这人1万都不值，你怎么真给他1000亿啊？这枚戒指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。啊，不是金钱衡量。这枚戒指代表的可是龙神殿。老天，召集4大天王、9大战神前来，随我一起前去面见仙师。是。师妹，师尊下山了。师尊终于出山了，我创立清雪集团，成为世界首富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什么？就这一枚戒指，
对方真给了1000亿啊！对呀，没想到周小姐一拿出戒指，对方毫不犹豫就给了1000亿。爷爷，我看龙帅看戒指的样子，对戒指的主人很在意。龙帅和师叔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不知道。周家主，先生这实力到底有多强啊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先生若为恶，可屠戮天下；若为善，可造福天下。这么巧？雪儿，你觉得小师叔如何呀？医道无双，风度翩翩，实力横压天下。你们2个年龄相仿，若能成良配，那也是一桩幸事啊。老爷子，你没糊涂吧？差着辈儿呢。爷爷，他是你师叔，那我以后管你叫什么？咱们爷孙2个呀，各论各的吧。你管我叫爷爷，我管你叫师叔。萧二少竟然死了，起因还是我们蒋家，这下麻烦大了，一定是周江和沈一龙共同把他杀害的，得罪萧家，必死无疑。也许还有挽回的机会啊。爸，这萧家嫡孙死在药王大会上，跟咱们家脱不了干系。这苏青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他不会被萧家给杀害了吧？这么久了，你去哪儿了呀？一天到晚的就知道胡来，这萧家是你能招惹的吗？可是我救了你们。你装什么？他们想要公司，你给就是了，你干嘛要逞能出头呢？现在好了，活不了了。哼，萧家算什么？我下山就是为了灭萧家，更何况我答应过你爷爷，要让蒋家成为顶级豪门。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顶级豪门？你以为你是世界首富司徒雪啊？我虽然不是世界首富，但是世界首富是我徒弟。什么意思？世界首富是你徒弟，你怎么不说镇国龙帅也是你徒弟啊？没错，他也是我徒弟。真是无药可救。哎，这是倩倩为你准备的100万现金，她希望你活下去。你走吧。我不想你死在我家里，脏了我们家地板。这萧二少虽然不是你杀的，但是萧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跟萧二少有仇的人。萧明是我杀的。萧二少有2个大宗师保镖，就凭你？哼！你赶紧趁萧家上门之前赶紧跑吧，快！我走了，你们怎么办？哎呀，苏青啊，你就不要担心这些了，大不了我们把蒋氏集团交出去便是了。喂，大小姐，大事不好，萧家发布通缉令，全城戒严，所有人都出不去了。什么？完了，全城戒严，逃不出去了。今晚我要去参加萧家晚宴，如果不去，岂不是放了萧家生路？你还参加萧家晚宴？若我不去，大戏岂不是唱不起来？镇国龙帅今晚也会莅临晚宴，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萧家加镇国龙帅，你活不下去。
等着看好戏。哎呀，一切都完了，看来我蒋家将止步于此了。他真是我们蒋家的灾星啊！你来干什么？我受到萧家大少的命令，前来邀请二位去参加晚宴。二位，请吧。爷爷，叶龙叔，我接到消息，萧家派了2名大宗师挟持蒋家妇女去参加宴会了。哦，那今晚小师叔必参加晚宴，我们应当鼎力相助，剿灭萧家。好，我这就去召集天龙会4大精英，围剿萧家。好久不见了，好久不见了。干一个，来干一个，就是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爷爷的诞辰。本来是想跟大家一起庆祝的，但是我弟弟萧明却死在了药王大会的现场。萧家2少死在药王大会，到底谁这么狗胆包天？简直是捅破了天了，连萧家2少都敢杀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萧大少，不知是何人，竟如此狗胆包天？我认为不论是谁，都要严肃处理，杀掉凶手，为萧家2少报仇。蒋林、蒋倩，你们父女2人便是此事的罪魁祸首。萧大少，这是个误会。误会？哎，我就在现场啊！就是你们2位不知好歹，害死了2少。我弟弟只是想购买药方，你家女婿却勾结沈一龙、周江，他们2人将我弟弟残忍杀害。江阳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苏青救过周江和沈一龙，所以他们2个就对苏青唯命是从。大少啊，我们蒋家哪有胆子跟萧家作对吗？你是没有这个胆子，但是我的孙儿因为你的女婿而死，你觉得老夫会放过你们吗？诸位，老夫已召集我萧家4位大宗师高手，就等苏青赴宴，报血海深仇。4位大宗师，如果不是你们拒绝献出蒋氏集团，我弟弟根本就不会死，都是你们的错。萧大少，我们愿意献出蒋氏集团，只求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萧家2少死了，你们还想活？想活？可以，杀了苏青。他是我丈夫。你们才结婚多久啊？你管他死活干嘛呀？我们既然已经结了婚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。哎，好，那你们就一起去死！既然苏青不肯来赴宴，那老夫就拿你们来祭奠我的孙儿。谁说我不敢赴宴？听说你这个老东西过寿了，这口钟就是送给你的礼物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就是苏青，待会儿这口钟就跟你一块儿埋葬。老东西，你杀不了我。苏青，你都来到这里了，还敢这么狂啊？别说你们萧家，就算是岳天来了，也不敢让我去死。苏青，你有病吧？你跑这送死干什么？死？敢问天地，谁能让我死？叩问苍穹，谁敢杀了我？我不知道你是无知还是愚蠢，能说出如此狂妄之语。他连个宗师实力都不够，怎么可能打得过萧家呢？萧家老祖可是被国主封为异姓王的。别说异姓王，
就算手握龙神殿的镇国龙帅来了，对于我来说，也不过云烟。苏青，你想拉着我们一起死吗？那可是镇国龙帅啊！你杀我二弟，侮辱龙帅，罪该万死！今天晚上你们一个都别想活！大少，就他这种人，根本就不知道超凡大宗师的恐怖，随便动个手都能给你摁死了。超凡大宗师？哼，可笑，一群蝼蚁。苏青，该不会是智障吧？这人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太久了，就会吹牛。武道宗师随随便便都能杀了。聒噪！不想死的，立刻给我滚！一个毫无实力的废物，竟敢妄言杀死我们所有人！苏青啊，就你的武力值，在场你随便挑一个都能让你跪下。是你们自己不走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我现在倒是不着急杀你，我想让龙帅看看，有你这么愚蠢的人，我相信龙帅肯定很乐意看见你被折磨致死。好啊，那既然这样，你就领死吧。够了，苏青，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我们都要死了？爷爷，周家20名武道宗师正在等候。好，让他们在边上等着吧。阴阳堂300精锐已就位，威虎堂300精锐已就位，白虎堂500精锐已就位，凤舞堂200精锐已就位。很好，众兄弟听令，随我追随先生，踏平萧家，血气收焰，血气收焰，收焰！出发！大少，我求求你，他只是胡说，求求你放过苏青吧，以后我们蒋家愿意对你们马首是瞻。好啊，你跪下来，给我磕几个头。你就这么信不过我？苏青，你究竟要把蒋家害到什么地步才肯罢休？你要胡说到什么时候？你觉得我是在胡说吗？都死到临头了，还这么自大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。这是我们萧家的4大宗师，你选择一个，你的死法吧，一起上吧！狂妄，给我抓住他！是有什么高手暗中帮助他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一起上啊！我看谁敢！一龙见过先生，萧山别墅已被我天龙会团团包围，一个人也逃不出去。好，苏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其实你们没必要来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不过你们来的也正好，今天晚上把你们全都杀。一龙、臭枪，你们现在将我萧家效忠，还可以活，否则必死！你们觉得自己能活过今晚吗？天龙会和周家岂能与我萧家相提并论呢？没想到天城居然还有你这样的角色。不过你只要伺候好本少，本少可以放你一马。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儿痴心妄想。给我等着，我会跟你好好玩玩。你不是蒋倩的丈夫吗？那本少就将蒋倩抓去好好玩，等玩够了，再送去接客。蒋倩是我的妻子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动不了她。你可以上路了。苏青，放开我的孙子！
放手，这样吗？你如此辱我萧家，真以为你自己不会死吗？就算龙神殿精锐尽出，我也不放在眼里啊。这苏青当真狂妄，居然不将龙神殿放在眼里。龙神殿可是龙域最强大的存在，据说龙帅旗下4大天王、9大战神，全都是大宗师以上的恐怖存在。完了完了，得罪了萧家，还得罪了龙神殿，我们一点活路都没有了呀！好，来人给我上！救回大少，杀了他！这是什么手段？动啊！周家主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手段吗？无法理解啊！你不是喜欢玩女人吗？那你以后就别玩了啊！我错了，求求你，你饶了我吧！你敢！你觉得我敢，还是不敢？苏青，我萧家的老祖，乃是超凡大宗师的异姓王，龙帅也在赶来的路上。你现在要是放手，你还可以走，否则必死。超凡大宗师，郑国龙帅又如何？苏青，你快住手吧！你个畜生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老东西，你别着急啊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我会让萧云亲眼看见他的子孙一个一个的消失。苏青，我要将你千刀万剐！你不是想要他吗？我给你。杀了他！苏青，我要你死！杀了他！怎么回事？4大宗师怎么倒了？难道还有高手？萧家，今晚便是我报仇雪恨之日。老爷，这个龙帅倒了。郑国龙帅来了，好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！先生，现在怎么办？你们应该感谢岳天，如果没有他，你们还能多活一会儿。苏青，我要将你千刀万剐！先生，如果郑国龙帅阻止我们灭了萧家，你看该如何处置？放心吧，他会帮我灭了萧家。好大的口气！你们妄图谋杀龙帅，一个都别想活！活不了的人是你吗？郑国龙帅来了，快跑啊！跑！今日萧家寿宴不变成丧宴，我岂不是白来一趟？你们想走就走，没人会拦你们。我周家与苏先生共存亡。不行，苏青必须跟我一起走。我不会走。送倩倩离开。江小姐，请吧。请吧。苏青，走啊！苏青，你会死的！接下来，轮到你了。小子，你现在想逃，你逃不了了！
谁想逃啊？是谁想逃啊？哎呀！龙帅，您可算是来了。那小杂种大闹晚宴，让龙帅见笑了。是谁这么大胆，敢在萧家闹事？龙帅，就是这个小杂种大闹老夫的宴席，不但废了老夫的孙子，还胡乱杀人，说就算您来了，也得给他跪下。就是这个狗杂碎，他说龙神殿在他面前就是一帮废物，他挥手就可以灭了龙神殿。闭嘴！龙帅，他们颠倒黑白，萧家从一开始便仗势欺人，蒋家妇女更是被他们强行掳来。不止如此，他们一开始便觊觎蒋氏集团的药方，更已对老夫的孙女以及蒋氏的千金行不轨之事。龙帅，我的子孙萧明在盛豪酒店被杀，我的长孙刚刚被苏青给废了人道，他们现在还能好好站在这里，难道不是我萧家宽容吗？过来。小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龙帅呼来喝去的？闭嘴！龙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低头。啊，他居然可是龙帅呀！他居然敲他脑袋！你个狗杂碎，你居然敢打龙帅的头！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跪下！龙帅怎么给他跪下了？啊！师尊教诲，岳天断不敢忘。龙帅，你要出这条大嘴！本帅做事，岂容得你在这聒噪？龙帅，您身份尊贵，可我萧家也不差，你辱我萧家，必须给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交代就是你们所有人都得死。岳天，我萧家也不是任人欺负的。闲杂人等不想死的，滚！哎呀，快走，快走！快！你想干什么？我说过，杀你覆手可灭。苏青，我萧家老祖乃是超凡大宗师，你杀了我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连我见到仙师都要跪下，萧云那个老东西在仙师面前算得了什么？你先说。当然为真。别说你们萧家，就是整个龙神殿所有人，都不是仙师一个人的对手。不，我不相信这世上有如此强的人存在。送他上路。你要敢杀我，国主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国主都有求于仙师，你萧家又算得了什么？你究竟是谁？才10年，你们便忘了苏家吗？当年萧云未能杀了本尊，你们早该料到有今日。真的是你？你才20多岁，不可能有如此成就啊！父亲，孩儿很快便会让萧云给你陪葬。
先生，这真没事吗？萧家毕竟是地图的顶级豪门啊，它上面还有一个老祖呢。你担心什么？就算你不相信仙师，也该相信本帅吧。萧云那个老东西都不用仙师出手，我一个人就解决了。收拾好，善后事务，谨遵师命。恭送仙师。师尊，萧海已死，萧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若师尊允许，弟子可以帮你彻底覆灭萧家。此事关系到我苏家灭门之仇，我要亲自报仇。好吧，不过弟子会注意萧云，这一次他一定会大怒。我之所以放萧山回去，就是为了激怒萧云，让他感受痛苦。对了，师尊，司徒师妹已经决定回国，就这2天坐飞机抵达国内。你告诉他的？师尊，弟子看到您的戒指之后，就知道您已经下山，于是便将此事告诉了他。这些年，司徒师妹创造了清雪集团，产业遍布全球数10个国家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帮到你。罢了，让他回来吧，也有1年多没见他了。你想说什么？师尊，弟子还有件大事，弟子奉国主之命，望师尊为我大夏国师，振武国运。师尊，此事早已决定，奈何师尊仙踪缥缈，未能寻得师尊，所以便拖了下来。此事我知晓。师尊，国主千叮万嘱，望弟子好生招待师尊，以求师尊能答应为我大夏国师。此事为师可以答应你，不过现在要先解决萧家。弟子明白。国主有言，若师尊答应，后天将在燕城举办敕封大典。可以，不过有件事，这些年你蒋师伯潜心修行，导致蒋家没落，我需要你照顾蒋家1、2。师尊放心，司徒师妹已知道蒋家的事。明天清雪集团将在燕城举办晚宴，名为挑选合作伙伴。其实司徒师妹已经吩咐下去，最后选定蒋家。很好，恭送师尊。见过镇国龙帅。无需多礼，都是自家人。师兄，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生分了？龙帅言重了，我天赋不佳，未入师尊的法眼，只得了个记名弟子，而龙帅乃是师叔的亲传，我岂能相比啊？师兄，你这话莫非不认我这个师弟？哎，岂敢岂敢！萧云这个老东西大来着。月天，你干了什么？为什么我儿萧海被杀？你就在晚宴上，为什么放走凶手？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跟你没完！我告诉你，人就是本帅杀的，又拿我怎么样？不服，来燕城找我。很好，你要跟我萧家过不去，那走着瞧。哼，随时应战。师兄，你们不必理会萧云这个老东西，我还没把他放在心上。那我先走了，有事找我。那我们也告辞吧。咱们一起。啊。你们2个脸色这么难看，出什么事了？苏青，你走吧。为什么？萧家的喜宴变成丧宴，你知道后果多严重吗？苏青啊，你这次确实太冲动了。行了，什么也别说了，你们俩一起走吧。你就这点不好，一点都不信我。
你知道你闯下多大的祸吗？萧明死了，萧山废了，连萧海都死了。你现在好了，把镇国龙帅都得罪了。我现在还活着，这不就是最大的证明吗？你以为我没有听到吗？啊，镇国龙帅是因为萧老爷子才来的，他们是同门，萧家有龙神殿护着，你呢？谁能护你啊？我上面那确实没人啊。苏青，差不多得了。我真是想明白了，你在这一天，我蒋家就永无宁日。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呀？灭萧家，顺便完成遗愿。你真是无药可救。行了，事到如今，你们俩必须走，我留下来承受萧家的怒火吧。希望我死后，萧家能够放过蒋家。你扛不住，我和萧家是不死不休的仇恨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你为什么就不能隐藏锋芒，等到强大之后再去报仇呢？这萧家是你能应对的吗？倩倩跟你结了婚，你难道想让她守寡吗？听我的，你们俩赶紧走吧。此事我意已决，不用多说。你真的是疯了，我们蒋家会被灭门的。灭门？你们真以为萧家无敌啊？我可以让蒋家取代萧家。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们现在连存活都成问题，怎么可能会成为顶级豪门？我解决了萧海，接下来就是其他人。萧家是鼓舞世家，还是商业巨头，生意遍布全国，除了清血集团这种巨头，谁能压得住他呀？没错，萧家现在还即将和清血集团合作，你还觉得萧家是随手可捏的吗？我可以让清血集团和蒋家合作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凭什么可以认定清血集团能跟我们蒋家合作啊？就凭我能让蒋家参加全球商业晚宴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们真的可以参加全球商业晚宴？当然。如果清血集团能成为我们的靠山，那我们就不用怕萧家了。爸，你在信他什么鬼话呀？清血集团是什么样的存在，你不知道吗？清血集团是全球第一商业集团，被誉为金融第3帝国，他们的产业遍布全球数10个国家，市值在10万亿之上。他想要让谁抢，没人能拦得住。苏青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这清血集团举办的商业晚宴是顶级晚宴，堪称国宴，只有顶级的豪门才能去参加。这周家呀都没有资格，何况我们蒋家就更没有资格去参加了。你不会想说清血集团的董事长司徒雪是你徒弟吧？没错，这是实话。我真的是受够你了。苏青，你走吧，你现在走还来得及。走啊！好，那我走。师尊，师尊，我好想你啊！手放下去，没大没小。不嘛，师尊，师尊，我可想你了。说正事。因为想师尊嘛，就急忙飞回来了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师尊，您放心，
蒋家会被内定为合作伙伴。明晚您去看看热闹不？我听说萧家也会去。萧家也想合作，自然会出席。好，给我留个位置。好呀。师尊，您怎么站外面啊？听说您结婚了，师娘呢？别找了，我说你是我徒弟，让蒋家放心。不过他们不相信。什么？那师娘有没有跟你离婚啊？为什么要离婚？我好上位啊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那我回去就取消蒋家内定的位置，谁让他们不信你？别闹了，把姚小安送过去。哦，好嘛。真搞不懂，爷爷为什么让我嫁给他？现在好了吧？蒋家在劫难逃了。虽然你把他逼走了，可是萧家不一定能放过你。哎呦，还活着呢！哼。张扬，我们蒋家不欢迎你，给我滚！你别那么急嘛，可别像苏青那样作死啊！本少呢，很是仰慕蒋小姐的风韵啊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来送蒋家一场造化。你不要在这打哑谜，有话直接说。啊，好。萧家老祖呢，这次决定来燕城，就是为了杀掉苏青，为了帮二少和萧海报仇。以苏青和蒋家的关系，那你们觉得萧家老祖会放过你们吗？然后呢？然后我和萧家的关系好啊，你和苏青离婚，选择嫁给我，这样啊，我就能让你们蒋家呀免去报应。张扬，你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，我会信你的鬼话吗？我和萧家的关系你们不知道吗？那如果我不能免去你们蒋家的灭门之罪的话，那这天下还有谁能做到呢？哎，别忘了啊，你们还有一事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嘿，萧家老祖明天会参加清雪集团的商业晚宴，本少可以带你们进去。太好笑了！清雪集团的晚宴，你张家也配参加？把我们当傻子呀！我张家不行，但是他萧家可以呀。你可想清楚了，只要你嫁给本少，不但可以免了蒋家的灭门之罪，而且还能参加商业晚宴，否则蒋家必灭。那苏青呢？苏青啊，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老爷、小姐，清雪集团派人送来了一张晚宴邀请函。你从周家那求来的？这是你求周家得来的邀请函？怎么回事？我只是吹吹牛而已。那不是我，还是那苏青啊！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邀请函可只有一张，自个儿想清楚。哎呀，等等，好，如果你能够替苏青向萧家去求情，我答应你。好，那我明天来接你们。倩倩，你这样做值得吗？不，蒋倩是我的妻子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动不了她。你可以上路了。爹爹，虽然他招惹到了萧家，但也是替我出头。如果这次我可以跟司徒雪攀上关系，再加上张扬的求情，说不定可以保下他。希望吧，否则他死定了。
这真不愧是非社会顶尖豪门不接待的九霄仙宫啊！不愧是清雪集团。萧家是3大鼓舞世家之一，连清雪集团都得卖萧家的面子。是谁让你萧家的名人抬进来的？大少，他们已经弃暗投明了，而且他还要跟苏青离婚，所以我才放他们进来。行吧，看你鞍前马后的份上，我给你这个面子。多谢大少，他日我必定报答大少。蒋倩，你还不谢谢张扬？要不是他，我早就要你的命。谢谢张少。哎，大少，今天清雪集团选择合伙人，涉及的项目资金有1000亿呢。大少准备的怎么样？我萧家乃龙域3大鼓舞家族之一，老祖更是异姓王。这次合作，我萧家志在必得。谁敢抢，便是我萧家的死敌。我抢了又如何？我抢了又如何？谁啊？清雪集团也是你这种人想进就能进的？司徒雪是我徒弟，他请我来的。清雪集团的董事长是什么人？他能是你徒弟啊？如果他真是你徒弟，为什么不把所有订单都给我们家呀？我要通过这次晚宴向天下宣布蒋家的崛起，这是登上豪门的第一步。你别乱说话，小心司徒雪不放过你。你已经把我们蒋家害得这么惨了，你知道吗？九霄仙宫非社会顶级名流恕不接待，你能站在这里，就已经证明了我说的话。我能站在这里，全靠张扬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张扬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当真相信是他在帮你？那张家算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让你站在这里？住口！口无遮拦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？我知道，你马上要说让我逃跑，但这件事情我真没骗你。哎呀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些话如果传到司徒董事长耳中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说真的，你们也不相信。等合同到你们手上的时候，你们自然就会知道。好大的口气！你知道清雪集团为何会与我萧家合作吗？只与你萧家合作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萧家有连镇国龙帅都害怕的靠山，有他在，镇国龙帅都不敢与我萧家为敌。谁？你知道国主举行的国师册封大典吗？据说国师实力超凡入圣，就连镇国龙帅都感到害怕。你放心吧，国师不会成为你的靠山。你小子是不是怕了呀？国师指定萧家去参加册封大典，这荣誉只有萧家才有。届时老祖杀你就跟玩儿一样，这镇国龙帅都干扰不了。别以为有镇国龙帅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我萧家想做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做的。你们可知我苏青便是大夏的国师？哼！大夏国师何许人也？出行那都是仆从如云，军武相随啊！你看他，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哪儿像啊？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国师是什么人？是一言可定心肺的大人，他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家族飞黄腾达，也可以让一个家族落寞。岂是你能冒充的？你今天能站在这里，不就是因为我一句话吗？你自己滚吧，本少暂且放你一马，等本少与司徒雪谈完合作，再慢慢收拾你。放我一马？哼！怎么，你是放马的？你好你个苏青，就会逞口舌之力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清雪集团想要合作的目标是蒋家，不是你。这话是我说的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司徒雪会听你的呀？你以为你自己谁呀？你为了讨我欢心，连这种弥天大谎都要撒，你就不怕司徒雪杀了你啊？我需要讨你什么欢心？我说了，司徒雪是我徒弟。你真当自己是个人物啊？那好啊，你把合同拿出来看呢。你不会
打印了连字也没签吧？你给我看好了，这合同上面有司徒雪的亲笔签名和私人盖章，只要你在上面签字，就可以得到签议合同。是不可能，绝对是假的。这上面有签名和公章，你看不见就把眼睛捐了。苏青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合同根本就是假的。假？你眼瞎啊？这份合同是司徒雪当着我的面签完字给我的。据我所知，司徒雪在国外和洛希谈合作，根本就不在国内，这合同就是假的。听到了没？司徒雪在国外，他根本不在国内。大少，这小子满嘴谎话呀，根本信不得。司徒雪是我徒弟，回来见我，不正常吗？你说谁是你的徒弟？你说谁是你的徒弟啊？吴总，当然就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了。你好大的胆子啊！连董事长的师尊你也敢冒充？你是想死吧？吴总，这个不着急，大事要紧，咱们先宣布结果，再处理这件事儿。好，那就先宣布结果。只要公布结果，10个亿就到手了。这个是2亿定金，如果你能帮我萧家拿下这笔订单，后面还有10亿的尾款。今天我代表清雪集团宣布，萧家是我们清雪集团在龙域的战略合作伙伴。你说谁？萧家？你确定？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集团高层选的应该是蒋家才对吧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是集团的项目负责人，我有权决定跟谁合作。我说是萧家，那就是萧家。那你这个总监是当到头了。你还真以为你是董事长的师尊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么给我跪地求饶，否则我要你的命。你要谁的命？你要谁的命？董事长，您来了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说司徒董事长是你徒弟吗？说呀，说呀，继续说呀！这清雪集团董事长好强的气场啊！那小子口出狂言，有他好看的。这怎么回事？董事长，这小子闹事儿，还侮辱我们的合作伙伴萧少。这个人当众羞辱我，我希望司徒董事长给我个交代，不然会影响我们2家的合作。合作？我要是不呢？除了萧家，谁有实力能与清雪集团合作？我不信司徒董事长会为了这个人跟我们萧家撕破脸。董事长，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侮辱我们的合作伙伴，还对您出言不逊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啊？我认为应该立刻马上用乱棍把他打死。司徒董事长，苏青啊，也是开个玩笑，并没有捣乱的意思。用不着道歉，错不在我们。你确定这个合同是假的吗？拿个假合同就想来威胁我，小子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你完了。你确定这个合同是假的？你和蒋家都想抱我们清雪集团的大腿，你配吗？我们清雪集团就算要合作，也会和顶级豪门萧家合作。苏青啊，合作是要建立在双方实力对等的情况下，蒋家根本就没有实力跟清雪集团合作。没错，就像苏青这种人就应该被乱棍打死。
司徒董事长，苏青只是跟您开个玩笑，绝无恶意的。来人，把这个人给我打死，打出去！慢着，你怎么确定这合同是假的？你有看过吗？董事长，您不会真把业务交给蒋家这种小家族吧？这合同不用看，肯定是假的呀！混账！看都没看就敢说假，谁给你的狗胆？董事长，我问你，我们集团叫什么名字？清雪集团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苏青。我叫什么名字？司徒雪。师尊，您来了怎么也不告诉徒儿一声，徒儿可想您了。清雪集团居然是这样来的。司徒雪居然真是他徒弟，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这小子真是司徒雪的师尊啊！刚才无名撕的是真合同，不是假合同。这下萧家有好戏看了，这笔订单不是给萧家的，怎么可能会是司徒雪的师尊？集团早已决定将这个项目交给蒋家。你说呢？今天叫你来只是走个过程，谁知你竟敢忤逆！董事长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只是……机会已经给过你，来人，将他拖下去。董事长，饶了我吧，董事长！我不服，凭什么内定蒋家是合作伙伴，我们萧家才是顶级豪门？这场晚宴本就是为蒋家准备，是你萧家自己要来的，我求你来了吗？你早就知道这场晚宴是为蒋家准备的，你拿着合同不说，是不是就是为了看本少的笑话？我早就说过，你不信。行，可以。要是没有司徒雪，老子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你！萧山，你敢对我师尊不敬，今天我就让你萧家破产！郑宇，传令下去，清雪集团立即终止与萧家一切合作，狙击萧家所有产业。董事长有令，全力狙击帝都豪门萧家所有产业。司徒雪，你敢？一个小小萧家，为何不敢？你确定要为了一个苏青，跟我萧家不死不休吗？我一直想不通，司徒雪怎么会是苏青的徒弟？区萧家吓不到我，我说要你萧家破产，你就得破产。司徒雪，我萧家有国师撑腰，得罪了我萧家，我要你们清雪集团在龙域的生意做不下去。国师册封大典之日，就是你萧家覆灭之时。老子求你在国师册封大典上动手，我看是你死，还是我死？好啊。老左，混账！你怎么得罪司徒雪了？现在清雪集团正在全力狙击我萧家所有产业。不是我得罪他，是他执意包庇苏青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哼，他在找死！现在我们萧家已经不同往日了。老左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在刚刚，国师将册封大典当日首席位赐给我萧家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国师比想象中更气着我萧家？没错，别说司徒雪，就算郑国龙帅也要被我萧家踩在脚下。盛世即将抵达燕城，你准备好迎接吧。这次你们完了，谁都救不了你们。大夏朝廷圣旨到。啊，圣旨来了。你便是萧山？是大人，在下便是萧山。这是明日国师册封大典的国帖，凭此帖可以进入首席位官里。国师特奉本使送来。国师赐予萧家首席位官礼，这完了！国师如此器重萧家，偏要亡我蒋家。董事长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恭喜大少，贺喜大少！萧家成为大夏第一家族指日可待。以前从未听说国师器重萧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册封大典，首席为观礼国帖，此等荣耀，天下只有萧家才有。这个国帖不是你们萧家的荣耀，而是你们萧家的催命符。册封大典，首席为观礼，此等殊荣，除了我们萧家，你们谁有啊？别说是清雪集团，就连镇国龙帅来了，那也得跪下。我给你们安排到首席位观礼，只是为了方便杀你们而已。今天是你们最后一晚，好好享受吧。哎，大少，我没听错吧？他说他是国师，国师何等人物？他在整个大夏都是超人的存在，连国主都对他礼遇有加，你怎么可能是国师呢？哼，你现在嘴硬也改变不了结局。等明日册封大典结束，我要你们所有人都死。司徒雪，我们萧家是比不上你，那国师呢？等你们清雪集团完蛋之后，本少就把你抓到床上，慢慢把玩，让你知道本少的厉害。你一个太监，你怎么玩？苏青，明天本少会跟你算账。本少要你的女人在本少胯下婉转承欢。董事长，大事不好了！集团的许多合作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纷纷违约。现在就连我们之前谈合作的洛熙也被对方解约了。现在我们集团情况很不妙。司徒雪，你不会害怕了吧？刚刚你不是很嚣张吗？哎，苏香，你刚才不是吹自己是国师吗？啊？那你就解决这些麻烦呀，解决呀！我希望明天你们还能继续这样嚣张。苏青，你少说两句吧。苏青，你等着吧，明天本少会把你的脑袋当球踢。师尊，我也听说了，神秘国师非常厉害，是国主亲迎礼贤下士才请来的，就算龙帅都忌讳莫深。看来岳天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司徒雪。别慌，放心吧，明天就是他们萧家末日。哼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国师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萧家不但不会灭亡，还会成为大夏第一家族。今天晚上回去好好把脖子洗干净，明日本少来取。哼，我们走。走。司徒董事长，实在对不起。无妨，清雪集团可不是他们随随便便就能击垮的小问题，只是洛熙反悔了。师尊，我先回公司处理事情。好，有事你先走，这些事不用放在心上。师尊，那我可就靠你了。这真是天要亡我！原本以为有了千亿订单，我蒋家就要飞黄腾达，可谁知……苏青，你走吧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但是我们蒋家已经完了。现在清雪集团已经自身难保了，这萧家要灭我们蒋家，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啊！谁告诉你没可能了？现在还有什么可能啊？镇国龙帅都没办法了。我说会让蒋家成为豪门，那必然做到。怎么做到啊？现在萧家已经傍上国师了，你拿头去对抗吗？苏青，我们不是萧家的对手，放弃吧，能活下来就不错了。你们不用管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拿下项目，让蒋家成为顶级豪门才是重点。小山他们说了，这个项目是司徒董事长与洛熙家族谈的，现在项目叫停了。叫停了就重启，我去找他们，他们必重签合同。你知道洛熙家族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吗？西方第一财团，世界第二财团，仅次于清雪集团啊。据闻啊，洛熙家族在大夏的负责人很怕镇国龙帅，但镇国龙帅
都不敢招惹国师，洛熙家族更不可能违背萧家的意思。听明白了吗？想让洛熙家族履行合同，这太难了。那么就去找洛熙家族的负责人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这次如果没有做到的话，你必须立刻离开燕城。好，没问题。老板，有人强闯公司找您。哎呦，连个人都拦不住，还不快滚！是。你是谁？和我办公室相似吗？他是洛熙的嫡系继承人，你强闯会惹上麻烦的。给你个机会，把合同签了，重启项目。清雪集团惹上萧家，我不可能再合作。更何况你们将部分项目交给萧家的家人。你确定要因为一个萧家违约吗？萧家不算什么，但萧家背后是国师，这位国师非常恐怖，连郑国龙帅都是他的徒弟。你觉得我会为了你去得罪国师师徒吗？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年轻人，你觉得自己比郑国龙帅还要厉害？郑国龙帅是吧？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，他就会乖乖过来？年轻人，郑国龙帅何等人物？我听你的。岳天呢，在你们眼中可能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，但他在我眼里就是个小孩儿。你侮辱龙帅，我马上打电话叫他来，你死定了！请便，你看他会不会帮我？不是，万一龙帅真的来了怎么办啊？龙帅是我的好友，一定会帮我。龙帅，这里有人侮辱你，强迫我签合同，你能过来一趟吗？是谁？合同上写的是蒋家来的一男一女。我马上过来。小子，你侮辱龙帅，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死定了。别说郑国龙帅了，就算是国主来了，也不敢对我不敬。苏晴，别闹了，赶紧道歉啊！布莱特先生，我们跟你开玩笑的，我跟你道歉，我们这就走，我们不签了，走啊，走啊！给我拦住他们！你不但侮辱龙帅，更是对国主出言不逊，我可不想跟你有牵连。我可没说我要走，今天这合同不签，我是不会走的。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想签合同？龙帅马上到，你死定了！谁死定了？谁死定了？龙帅，你就是他对你不敬。我一直提醒他，龙帅不可辱。他说，就算国主都不敢对他不敬。合同签了吗？我怎么可能签合同？他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为什么不签合同？是不是3年前没杀你，觉得活够了？起来啊！放心吧，没事的。是萧家，听说这是国师的意思，可是国师也是您的师尊。您总不能让我违背您师尊的意思。我没有违背我师尊的意思，但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比您师尊还厉害。蠢货！我实话告诉你，他就是我的师尊。什么？他是？可他那么年轻。我怎么觉得布莱特看起来很害怕呀？我怎么知道？等下就知道了。等他们聊完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好。不该问的别问，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？
先生，还有吩咐吗？你有事的话，可以先走了。好，月天告辞。我怎么觉得这个龙帅对你很恭敬的样子啊？我之前告诉过你，你不是不信我吗？哎，布莱特先生，那个今天的事儿是我们冒昧了，这个项目不做了，这就走啊。慢。布莱特先生，对不起，刚才都是跟您开玩笑的，这真的都是误会。不，江小姐，我不但要签合同，我还代表洛西家族再追加1000亿。哎呀，1000亿。江小姐，能与江家合作，是我洛西家族最大的荣耀。布莱特先生真……哎，您看这还满意吗？还行。愣着干嘛呀？接着。啊。走。还请苏先生给我一个设宴之前的机会。道歉我收下了。吃饭就免了。等等我呀！怎么回事啊？就算布莱特怕龙帅，也不会因此签合同啊，这会惹上国师的。因为呢，我就是国师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不信就算了，反正这项目足够让你们蒋家成为豪门。那要我蒋家守得住才行。这萧家有国师做靠山，别说是蒋家了，就连清雪集团都难逃一劫啊！我说了，蒋家不会有事情的。你可别哄我了。当初呢，爷爷只是教了你一点医术，而且他救你也是不求回报的，你也没必要因为我们蒋家去送死啊！你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明天呢，你就会知道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了。都已经到现在这个时候了，你就不能说句实话吗？行了，我说的全都是实话。送我去清雪集团，在燕城的分部。你萧家纠集了许多公司家族对我们反击，一旦龙域的产业破产，海外财团也会对我们的海外资产群起攻之。郑国龙帅那边有消息传来吗？我联系过了，郑国龙帅说会亲自来找你。董事长，我先下去了，你有事叫我。小雪，师尊，师尊，您坐。怎么了？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师尊，这萧家依靠国师之后，清雪集团已经被龙域多个家族公司围攻了。那没办法了，直接宣布破产吧。要只是破产就好了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关键是萧家想要我们的命。要我们的命？那我们就跑路吧。这国师太厉害了，师尊也干不过他。那不然你说咋办？哎呀，师尊，我知道你很厉害的，你赶紧出手，把那个国师的位置给我抢回来。我也没辙，等死吧。可恶！弟子参见师尊。说正事儿，怎么样了？师尊，册封大典准备妥当了，明日师尊直接登台接受册封就可以。好。师兄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什么册封？啥意思啊？师尊没有告诉你吗？师尊就是国师。师尊，您当真是国师？现在信了？师妹啊，你反应也太迟了。你也不想一想，普天之下除了师尊，还有谁能有资格称为国师？师尊，您怎么没早告诉我？要早知道您是国师，我还担心这做什么？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？
可是你不信啊。不过没事，现在知道不算晚。师尊，我接到消息，萧云带了一个超凡大宗师来到了燕城，而且他自己也突破成为了超凡大宗师。2个超凡大宗师，该死！萧云这老东西上哪儿找的帮手？咱们大夏全国的超凡大宗师加起来都不足10指之数。不错，超凡大宗师有超脱凡世之意，拥有悠久寿命。我对付1个超凡大宗师没有问题，可2个我就没有办法了。师尊，现在萧家又来了一个超凡大宗师，咱们能打赢吗？瞧你们2个，被吓成什么样子了？不过就是2个超凡大宗师，为师一个手指就可以碾死他们。师尊，这可是超凡大宗师，您没有骗我？你们还记得当年我传授给你们的修行法门吗？师尊传授，弟子不敢忘。实话告诉你们，那并非是武道的修行法门，而是修仙功法。修仙功法？师尊，您说的都是真的，可为何弟子修炼的时候只觉得实力进步神速，并没有发现其他？按理说，我和师妹理应早就发现了才是。师尊，您没拿我们寻开心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修仙呢，乃是逆天而行，1亿人中都不一定有1人能够修成。你们2人天赋太差，达不到要求。师尊，我和师兄这样的资质都不行，天下还有人够资格吗？所以迄今为止，我们玄仙宗也只有为师和开山祖师修成，就连你们师公也身影道消了。师尊，苏家当年与萧家有何仇怨？当年苏家天下第一，萧家怎会冒如此大的风险也要围剿苏家？苏家祖上传下一件秘宝，名伏羲八卦盘。苏家便是凭借此物，成为了龙域第1家族。所以，萧家他们就是为了此物不惜冒险围剿苏家。萧家蓄谋已久，在一场宴会上下毒出手，苏家未有察觉，父亲和祖父和家中长辈身中剧毒，含恨而亡。如今我修炼有成，此次回来便是为了报灭门之仇。弟子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萧家。孙儿，见过老祖。晚辈张扬见过老祖。起来吧。老祖，我查过了，那个苏青就是10年前的苏家余孽。哼，苏家余孽，他胆敢出现，那就彻底灭个干净。老祖，这个苏青不过才20多岁，实力不足为惧，但被一群王八蛋偏偏一直帮着他。大少说的对，那个苏青根本就没什么实力，全靠郑国龙帅给他们撑腰呢。无妨，不管他背后有什么样的靠山，敢得罪我们萧家，都得死。小山，这是我为你求的灵药，可以迅速恢复你的伤势。孙儿，谢谢老祖。好了，去吧，准备一份最好的贺礼，明日老夫亲自献给国师。是。这合同来的不是时候啊，咱们蒋家现在守不住啊。希望郑国龙帅能够扛住压力，不然我们蒋家彻底完蛋了。大夏圣使到。蒋林、蒋倩，此乃参加国师册封大典的国帖，还请你们明日准时参加，不得耽误和缺席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蒋家这么弱小，怎么会收到国师册封大典的邀请函呢？
不知道啊，但我们必须要参加，不然得罪国师更惨。只是到时候要直面萧家老祖，这可是传说中的超凡大宗师啊！唉，事已至此，别无他法。也不知道苏青跑路了没有啊？你们也来了，刚好合适。你怎么还没走？你是来送死的吗？今天我要终结这一切。终结这一切？我看你分明就是来送死的，你快走吧。倩倩说的对，你就不该来这里。你不用担心我，萧家将会在今日出名。苏晴，你竟敢混进红炉会厅，你找死啊？找死？我可不这样认为。红炉会厅可是我们大夏最顶级的会厅，只有贵族名流才能进来。你现在滚出去，带着这2个人还来得及。滚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滚！你们张家能活，否则就得死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今天是萧家老祖莅临册封大典的日子，你别以为有个什么司徒雪，还有镇国龙帅撑腰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我不需要他们帮我撑腰，你一个小小张家算什么？就连萧家我都不放在眼里。怎么，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吗？来试试。还有你，小贱人，别人勾勾手指你就过去啊？今天我非要让你尝尝本少的厉害。苏青，你怎么还死性不改啊？这是国师的册封大典，这样闹事，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？这是哪里来的愣头青，竟敢在红炉会帖闹事？敢打我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小小张家也敢口出狂言？你怎么了，郑凌雪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如果现在跟这个苏青划清界限的话，我还能饶你们周家一命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威胁我？以为靠上萧家就无敌了吗？我算个什么东西？萧家可有国师相助了，你们周家能挡得住吗？真吵，那我就先宰了你。国师的册封大典，也是你们这些阿猫阿狗能来的地方吗？阿猫阿狗也比一些不能行人道的太监强。苏青，弄死你！大少，今天可是大日子，等咱们把事办完了，我们2个一起收拾他。是你们自己出去，还是本少把你们赶出去啊？你们是受邀前来的，凭什么赶我们走？哎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能收到邀请呢？你们不体面，本少就让你们体面。来人呐，有人混进来了。是。萧少爷，你确定他们是混进来的？一个蒋家，一个周家，你觉得他们有资格参加盛典吗？请你们出示国帖，否则就请出去。你的国帖呢？如果没有国帖，就请出去。我是核心人物，不需要什么国帖。哼。什么核心人物？你是镇国龙帅呀，还是国主啊？杨主任，把他赶出去吧。就没听说过参加册封大典不需要国帖的。岳天请我来参加，需要什么国帖？册封大典是我大夏盛事，只有收到国帖才能参加。杨主任，他擅闯册封大典，就应该拿下问罪。我有国帖，他是我邀请来的。那也不行。你们确定？如果没有我，这册封大典可就办不下去了。啊？你怎么不说地球没有你就转不了了呢？好大的口气！今天我就要看看你怎么让这册封大典办不下去。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册封大典办不下去？你以为你是国主吗？你打吧，等你打完，我就对你问罪。你的人真行啊！
让我滚出去。我看这册封大典没必要办了，来收尸吧。哼，本来想大典之后再宰了你，既然你求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苏先生，冷静点，这是册封大典，一旦国师动怒，就算镇国龙帅也不敢阻拦。无妨，我想杀谁，没人能阻拦。狗东西，在这里杀人，你必死无疑！杨主任，还不动手？来人，把这小子给我抓起来，给我住手！陶铁大人，您来的正好。他没有国铁，混进来还说要杀人，请您立刻将他拿下，明正典刑。这位大人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们故意找事儿。找事？这小子有国铁吗？没国铁擅闯鸿胪会厅就是死罪。哼！瞎了你的狗眼，连龙帅的贵客也敢为难，想死吗？苏先生，让您受惊了。你再来迟一步，他们都得死。饕餮，我现在命令你，给本少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命令我？饕餮，你不想活了？我们萧家可是国师撑腰，就算你是龙帅的手下，我要你死，你也活不了。一个纨绔子弟也敢威胁我？别说你，就算是萧云来了也不行。你丢人现眼的东西，滚！苏先生，饕餮先退下了，您有事叫我就好。哎，苏青，这镇国龙帅跟你什么关系啊？龙帅是我徒弟。切！哎，册封大典结束，你们都得死。不，册封大典结束之时，就是你萧家覆灭之时。笑话！我萧家可是有国师撑腰，就算镇国龙帅也不敢动我们萧家。杀你，就跟碾死一只臭虫一样。你今天……你别说了，苏青。小少，他是囫囵吹牛的，你别理他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你以为一句道歉就能让我放了他？你觉得可能吗？哼，用不着给他道歉。国师不是萧家的靠山，而是萧家的索命石。哎呀，说的你好像认识国师一样。首席卫官里的荣耀都给了萧家，他不是萧家的靠山是什么呀？你笑什么？我在笑你们太无知。大胆！你以为国师能救得了你吗？你好大的胆子，一定会被国师用来祭奠这次的册封大典的。不，是你们会被拿来祭奠册封大典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国师要是不杀你们，那他才是大傻逼。够了，苏青，之前你招惹萧家，现在又来招惹国师，你是希望所有人都因为你死吗？哼，小子，你还没有一个女人聪明。不过太迟了，你对国师出言不逊。待国师莅临，我一定会将这一切都告诉他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们呢？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好好珍惜剩下的时光吧。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呢？我说过我就是国师，我要灭的是萧家。国师的册封大典上，你还在吹牛，你是要我们所有人跟你一起死吗？蒋小姐，事情并非你想的这样。那是什么样？敢在鸿胪会厅假冒国师，就是找死！大少，我觉得他们是在侮辱国师，我们两个给他们抓起来，献给国师。来人！哼，本想册封大典之后再取你性命，可你侮辱国师，留不得。你们如果动手，就都会死。哎呦，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？我们萧家太上供奉大宗师巅峰，4人联手，可战超凡大宗师，肉体凡胎，蝼蚁，狂妄！
给我上！住手！让我成全你们！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只会医术吗？没想到四大宗师落在你手上，一招都接不下。这还是我认识的他吗？一招秒4个大宗师，这绝对是能与宗师一战的大宗师巅峰啊！这4人能与超凡大宗师一战，却被你一招给败了，这不是真的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硬要闯。你不能杀我！我可是萧家大少，你要杀我，你必死无疑！安心去吧，我会让萧云早点跟你团聚。苏青，你敢动手，老夫定将你碎尸万段！啊！老祖，救我！苏青他要杀我！有老祖在，没有人可以杀你。你总算是出现了。你杀我的子孙，我还没有找你算账。确实该算一算我苏家78口人的命了。还真是苏家逃走的少主。伏羲八卦盘在你身上吧？想要，你有那个实力吗？你的实力还不够格。你只要乖乖的交出伏羲八卦盘，老夫可以饶你一命。让萧家人给我跪下道歉，我可以留你们全尸。你无知小儿，你不要逼我在册封大会上大开杀戒。开杀戒又如何？苏青，对方可是超凡大宗师，大夏异姓王啊！倩倩，相信苏先生。无知小儿，既然如此，老夫就送你去死！看到没？这就是超凡大宗师的实力！你马上等死吧！等老祖把你打残，我当着你的面玩他们！这是你自己找死！快给老夫痛快打！怎么打起来了？这些人！萧云，胆敢对我师尊不敬！萧云，胆敢对我师尊不敬！他们怎么来了？岳天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胆敢在国师册封大典上闹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他在杀我的子孙，你没看见吗？救我！今日别说我师尊要杀你重孙，就算灭了萧家都可以。他公然在册封大典上杀人，你们不管吗？管我！今日你们萧家满门要灭了，我说的，听到没有？今日在这里，他做任何事情都可以。你凭什么？就凭他！以前国师令，皇权特许。这是象征着国师的国师令，怎么可能？岳天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擅自使用国师的特权！今日我便带国师杀了你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求你了！苏青，你快放开我的重孙，否则我让你死无全尸！想要他，你早说呀，我还给你。这，你怎么可能有如此的实力？我说了，你连我一招都接不了。萧云，你这老东西和我师尊作对，找死！等国师莅临，你们都得死！哼，你仰仗国师为靠山，但你还没有真正见过国师吧？有请国师李治。九人全杖，
据闻此乃国师专属，真的是带兵伐逆。天哪，原来这样！有请国师登台。弟子恭贺师尊，加冕国师，叩见国师。苏先生真的是国师，他先前说的都是真的。郑国龙帅是他徒弟，这些都是真的。我们蒋家要崛起了，这是天有蒋家呀！是不是都在骗我？他怎么可能是国师？他怎么可能是国师？萧云，你萧家死期将至。不，你绝不是国师。哼，九龙权杖只有国师才能使用，你只不过拿着九龙权杖，你们谁能证明他是真的国师啊？既然你想见识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。不，他真的是国师，这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帝都豪门萧家无故屠我苏家，灭我满门，假借国师之名残害国民，我以国师之名代天严惩萧家，灭满门。我错了，您别杀我好不好？严惩张家助纣为虐，残害国民，死！不用，我自己来啊，自己来。现在该相信我了吧？既然已经真相大白了，那我们离开此地吧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那是我老公，得跟我走啊！哎呀，这孩子，你跟我走，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